这么大颗了才掉下来，掉果呢，掉落地上，可能一天天气热一天就变这样了。可能礼拜六掉下去，礼拜天下午去看到，哦，一天多了，天气热哦，那很快就，你看那缩水。所以缩水才会这样皱的。如果成熟可以吃的话，表皮要变那个红色，红的花紫的变黑，青变红，红变紫，紫变黑，红的花紫的变黑。然后那个里面那个汁液就很香，海香果汁很香。那个种子是紫黑色，种子也是紫黑色，黑色的，又不完全是黑色。有一种像手指头那么大的，大拇指头那么大的，叫做野百香果，又叫龙须果、龙珠果，也是香香的，里面种子也是和百香果相似，它开的花也相似。龙须果是整颗都可以做药的，果实也可以吃的。那个整株的草秋天采收以后晒干的那种，煮水熬水，药效可以用 Google 搜寻，也可以用手机的 OK Google 助理，语音助理，按荧幕正下方那个正中央圆圈圈，按下去它会出现圆圈，你就说 OK Google， 请帮忙搜寻龙须果的药效，龙须果或者是龙珠果。龙珠呢多好啊！果实原先是绿色，后来变成熟又变黄色，像黄金果黄色。百香果也有黄色的皮的，这个成熟又是变红色、紫色、黑色。龙珠果药效对改善皮肤病、脓疮、疮毒，或者是会多痰很多的那个，都有改善的功效。还可以再研究看看是不是也有止痛，帮助会主皮毛，也跟皮肤也有关系。一说可以治疗疥疮，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可以治疗疥疮哦，可以用 OK Google 搜寻看看龙珠果的功效，看看有没有帮助治疗那个疥疮。很痒的皮肤病，有的到医院照顾病人哦，有的可能会被疥疮爬上身上衣服。
手指头的缝隙啊，身上阴暗的地方啊，还有那个熨窝了容易那个长，那个疥疮很痒的。看看龙珠果能够帮忙最好。